2026年度嘅財政預算案終於出爐啦，相信大家最關心嘅都係嗰幾樣嘢。政府今年仲有冇糖派？公務員有冇人工加？啲免稅額又會唔會執佢？講真，呢幾年香港經濟環境係點？大家都有眼睇。政府庫房雖然話有壓力，但係坊間嘅要求聲浪真係好大。尤其是今年有個幾得意嘅提議，話唔好再好似以前咁死板板派錢，而係要搞抽獎式消費券。聽落好似去咗賭場咁，但原來背後有個好大嘅盤算，就係想留住大家喺香港消費，唔好成日一放假就北上或者飛去日本。今日我就同大家逐一拆解呢份2026預算案嘅懶人包，睇下呢份預算案到底係幫緊你定係掠緊你水。講到2026年度嘅預算案，大家最想知嘅一定係消費券。大家記得幾年前每年派5000蚊、1萬蚊嗰陣，真係全城興奮。但慢慢呢，大家開始覺得派嗰幾千蚊好似濕碎，好多人轉手就攞咗去深圳揼骨食嘢，或者攞嚟買機票去旅行。政府今年就收到風，有跨黨派議員強烈建議，不如今年搞新意思，唔好再係人人都派一樣嘅錢，而係整一個大抽獎式嘅消費券。你諗下，如果政府規定你一定要喺香港本地嘅零售或者餐飲商戶消費滿一定金額，你就有機會抽中大獎，例如係幾萬蚊甚至10萬蚊嘅現金獎，或者係一啲大型盛事嘅門票。呢個諗法其實好絕，因為人類係有博彩心理嘅，與其每人派個1000幾百，不如用呢筆錢整一堆巨獎出嚟，令大家覺得留港消費唔單止係支持本地，仲有個機會發橫財。對於好多平時都要開支嘅打工仔嚟講，呢種小博大嘅心態真係好吸睛。不過呢，講到尾，大家最實質嘅生活壓力其實係嚟自交稅。2026年度嘅稅務安排係好多中產家庭最緊張嘅一環。今年好特別，我哋見到一向意見未必完全一致嘅各個政黨，竟然喺增加子女免稅額呢件事上面達成咗共識。點解？因為香港嘅生育率真係低得好緊要。2024、2025呢2年雖然話有啲鼓勵生育嘅措施，但似乎都係杯水車薪。今年議員就爭取將子女免稅額由現時嘅13萬蚊，一口氣大幅提升到15萬甚至18萬蚊。如果你屋企有2個細路，計埋真係慳返唔少稅。對於好多30幾歲、40幾歲，正處於上有高堂、下有妻兒嘅三明治階層嚟講，呢幾萬蚊嘅免稅額差距，可能就係嗰個小朋友一整年嘅興趣班學費。政府如果真係聽入耳，對穩定中產嘅民心真係好大幫助。講完中產，我哋就要睇下公務員嘅薪酬趨勢。2026年度公務員加唔加人工，一向都係私人市場嘅風向標。大家都知，公務員加薪係要睇薪酬趨勢調查，仲要考慮埋政府嘅財政狀況。有消息指，今年嘅加薪幅度可能會相對溫和，唔會好似前幾年咁有大波動，預計可能落喺2個百分點到3個百分點之間。雖然有人會話，而家財赤咁勁，點解仲要加人工？但你諗下，香港而家各行各業都搶人才，如果公務員人工完全唔喐，好難留住啲有經驗嘅人喺政府服務。不過，對於私人公司嘅老闆嚟講，公務員加薪就代表佢哋都要跟住加，唔係嘅話啲員工又會跳槽。所以呢個數字係牽動住全港幾百萬打工仔嘅神經。至於基層市民最關心嘅甜頭，即係所謂嘅社會福利開支，今年嘅討論焦點落喺雙糧定半糧上面。以前庫房充裕嘅時候，綜援、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通常都會派雙糧，即係出多1個月錢。但係去到2026年度，由於政府要平衡赤字，坊間有傳聞話今年可能會變成半糧，即係只係出多半個月錢。雖然話有種好過冇，但對於好多依賴呢啲津貼過活嘅長者嚟講，少咗嗰半個月錢，可能就係幾個月嘅藥費或者冷氣費。特別係而家香港65歲以上嘅人口比例越嚟越高，
長者生活津貼嘅開支已經係政府一個好重嘅負擔。點樣喺保民生同乾塘之間攞個平衡，真係好考財政司司長嘅功夫。講返嗰個抽獎式消費券，其實背後反映咗一個好現實嘅問題。香港嘅零售業真係好難做。你行下旺角、銅鑼灣，雖然人流返咗嚟，但大家嘅消費力好似弱咗，或者話大家變聰明咗。2026年度嘅預算案，如果真係落實呢個抽獎機制，其實係想製造一種氛圍。你想贏大獎，你就一定要喺香港買嘢。呢種做法比起單純派錢更具備槓桿效應。如果政府出10億蚊做獎金，分分鐘可以撬動到幾百億蚊嘅本地消費額。對於嗰啲細商戶嚟講，呢啲人流就係佢哋嘅救命草。另外，我哋唔可以忽視 N 無人士嘅福利。每年預算案大家都會問，嗰啲又無公屋住，又無攞綜援，又無物業嘅人，今年有冇份？2026年度似乎會投放更多資源落去一啲短期嘅租金津貼或者電費補貼上面。雖然呢啲都係治標唔治本，但喺而家租金依然高企嘅情況下，1000幾百蚊嘅電費補貼，對於住喺劏房嘅一家幾口嚟講，真係可以舒緩到嗰個月嘅壓力。仲有啊，大家有冇留意到2026年度嘅財政預算案其實隱含咗一個好大嘅訊息，就係轉型。政府唔想再好似以前咁，一遇到問題就淨係識得派錢。今年喺教育、科研、醫療上面嘅撥款，其實都有微調。例如係針對60歲到70歲呢班準長者嘅醫療支援，呢班人好多都仲有工作能力，但身體開始有小毛病。如果政府可以喺呢個階段提供多啲醫療券或者檢查資助，長遠嚟講反而可以減輕醫院聯網嘅壓力。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咁到底2026年度嘅預算案算唔算係一份合格嘅成績表？呢樣嘢真係見仁見智。如果你係一個生咗2個細路嘅中產爸爸，見到免稅額增加，你可能會覺得政府終於醒覺啦。如果你係一個基層長者，見到雙糧變半糧，你可能會覺得好失望。但如果你係一個中意玩、中意抽獎嘅後生仔，你可能會覺得嗰個抽獎式消費券幾有創意。其實財政預算案從來都係一場資源分配嘅政治遊戲。喺2026年度呢個時間點，香港面對緊外圍經濟不穩、息口波動，加上本地消費模式嘅轉變，政府嘅每一步都行得好小心。增加子女免稅額係為咗未來嘅勞動力，維持公務員薪酬穩定係為咗行政效率，而派發變相嘅消費券係為了拯救瀕臨崩潰嘅零售市道。呢一切都係環環相扣嘅。我個人覺得2026年度最值得大家留意嘅，其實係政府點樣處理嗰個赤字問題。雖然我哋今日講好多派糖嘅嘢，但如果政府一直入不敷出，未來嘅稅收制度會唔會大改？會唔會有一日突然增加消費稅，或者係其他雜稅？呢啲先係大家長期要關注嘅嘢。而家大家見到有得加免稅額，有得抽獎，當然係開心。但作為一個精明嘅香港人，我哋更加要睇清楚呢啲政策背後嘅長遠影響。講返啲具體數字，如果今年政府真係將子女免稅額提升到15萬蚊，以一個交緊標準稅率或者邊際稅率最高嗰級嘅家庭嚟講，一年份分鐘慳返幾千甚至過萬蚊。呢嚿錢如果你攞去投資，或者係供多一份保險，其實對家庭財務健康係好有幫助。而公務員加薪個百分比，雖然看似同好多人無關，但其實佢會影響到全港各區嘅餐廳報價、管理費加幅，甚至係你樓下個保安員嘅人工。所以，就算你唔係公務員，你都要密切留意嗰個最終公布嘅加薪百分點係幾多。對於嗰班辛苦咗成世嘅老人家，2026年度嘅長者生活津貼金額調整，其實係反映咗政府對通脹嘅預期。如果加幅跟唔上通脹，長者嘅生活質素就會下降。我希望政府喺考慮財政負擔嘅同時，真係要諗下嗰班冇乜議價能力嘅老弱傷殘。半糧定雙糧，
對財政司司長嚟講，可能只係一個數字嘅遊戲，但對受惠者嚟講，就係一個月餐費嘅差別。最後想同大家講，睇財政預算案唔好淨係睇人哋派幾多錢俾你，更重要係睇政府將資源放咗喺邊。如果2026年度嘅重點係放喺留人才同促消費，咁我哋就要思考下，自己喺呢個大環境下面點樣裝備自己。政府派嗰少少糖，最多只係幫你補貼下生活，真正嘅財富增值仲係要靠自己。不過，如果今年真係有得抽獎，大家記得一定要去登記，萬一中咗大獎呢？呢份預算案可以話係一份守成中求突破嘅方案，雖然冇以前嗰種大開大合嘅派錢方式，但喺細節位，例如係免稅額、特定對象嘅津貼，都睇得出有考慮到社會嘅真實痛點。希望呢啲措施真係可以幫到大家，令到2026年度嘅香港可以更有活力。大家對呢份預算案仲有冇咩邊個位想知得再深入啲？或者你覺得今年派糖派得夠唔夠？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2026年度各項免稅額扣稅嘅具體計算方法，或者想知道抽獎式消費券嘅參加資格同埋邊啲鋪頭可以用得，你可以繼續留言話我知，我會再為大家整理一份更詳細嘅計算攻略。